喂，1、2、3，好，那我们就第一首好了，好，可以开始了。春风吹来一阵摇篮花香味，树头枝切鸟欢喜伫吟诗。对碧草无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米。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白大慈爱。一角开，一滴水，想思阮我命的风声。主的来临，哦，罗你创造大观念。春风吹来一阵摇篮花香味，树头一切鸟欢喜伫吟诗。吹吹碧草无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米。Look。一枝草，我的大声一点，IEM。显明天白大慈爱，一口开，一滴水，唱出阮我命的风声。哦，好啊。
那再一次哦。一心，从一心好了。好，预备，来。一心踮你主的内面，我努力创造大观念。春风吹来一阵摇篮花香味，树头枝切鸟欢喜的饮食，溪水边草坡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条路，显明天白大自爱。一口气，切滴水，唱出阮我命的风声。创造大观念，一枝草，一条路，显明天白大自爱。一口气，切滴水，唱出阮我命的风声。创造大观念。让我们请弟兄先来唱。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
赞。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手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非常欢喜看到大家哦。已经放假嘛，应该拢开始休啊吼。非常好。咱伫个假期开始进前，咱非常感谢主，会使来到主的面头前，做伙来礼拜。嘛请兄弟姊妹较接为着家己即个假期，会当甲厝内的人做伙，无论是啥物款的代志，拢有足侪的交谊，为一切平安。安静家己的心，咱伫即个假期会当来敲找主上帝对咱的引带。咱即摆要安静咱的心来进行咱今仔日的礼拜。礼拜的大声，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非常欢喜伫个礼拜四的早起，主你的圣神去引阮每一个人，阮赶紧阮的脚步来到主你的面头前。主啊，感谢你，你大管能运行伫个阮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身上，你互阮了解主你的疼是何等的长、阔、悬、深。愿主会当顾守阮伫个还袂礼拜的大声，阮会当好好安静阮的心。阮要来到主你的面头前，敲找你对阮的心意。也愿主你会当透过今仔日的讲台。对阮每一个人来讲话，互阮会当明白，阮诚做一个跟底主脚步的人，阮安怎用啥物款的心智来经历阮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恳求你顾守今仔日的礼拜，无论是徛伫个台仔顶，无论是有伫个服侍，无论是专心伫个主面头前听叹你的话语的。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看到主离甲阮伫地较久，愿主你的恩典大大引带阮，互阮专心一意来甲主你的面头前，无啥物任何的代志通比阮来敬拜你搁较重要。愿主会当甲阮伫地，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仰望交托。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各位兄姊，大家要早。较等，互咱做伙来敬拜。即马邀请大家为会当徛起来，甲阮做伙来敬拜。你会当甲你边仔的人讲，恁兜的稳定满满，阮兜的稳定嘛满满满。恁兜的稳定满满，阮兜的稳定嘛满满满。时阵有咱会旁边，树头记切鸟欢喜的饮食，溪水比草坡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的万面。一条路，显明天白大慈爱，一到过这地罪，受死冤我命的风险。感谢主在咱生命当中陪伴咱，做伙来看顾咱，阮着带着主满满的恩典，做伙来向前行。
来唱哦。春风吹来一阵摇篮花香味，树头枝切鸟欢喜伫吟诗，溪水边草坡一翠翠过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白大慈爱。一口气，这滴水，想思阮我命的奉献。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想思我命的奉献。一生拢会当踮伫个主的内面来感受伊的关联。接下来这一首是华语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就用华语一起来唱哦。让我们请弟兄先来唱。不管心意几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让我们让姐妹来唱。无唤心意几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我们一起唱哦。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不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是的，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看顾我们，陪伴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从你而来满满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的一生都可以
跟随你。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平安与喜乐，在过去的一年中，让我们感受到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有身体不适的，求你来医治；在我们当中有伤心失望的，求你安慰；在我们当中有彷徨无助的，求你来引领。在未来的一年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与信心，让我们继续敬畏你，跟随你。孩子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
恁想看，爸疼咱到怎样，互咱称作上帝的囝？伊替咱献伊的性命，咱对即个捌真爱。上帝啊，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喙唇要学落你，我要活的时要安尼学落你。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喙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面前能得到接纳。请咱即时来吟圣诗298首，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真爱，心神欢喜到主面前，抬头仰望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交期黑暗无搭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入阮心。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即时来用使徒圣经来同齐来读，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0架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是咱三个来启应，咱要启应的所在是伫启应文59篇，启应文59篇。
启应文59篇也是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为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哪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疼痛阮的天父，众山也未造成，大地甲世界万物拢也未受造，你就伫地。你是创造宇宙的大主宰，阁是创造人类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诚做世世代代的帮赞，阁赏赐慈悲疼痛的恩典，互阮逐日会当伫恩典中，互即个恩典教业阮用，因为即个恩典，互阮会当通进入到你的内面，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安息。总是阮踮伫即个世间，伫即个变化快速的世代，时常互阮心灵蒙雾，侪时阵，互阮也未看清楚一件事，另外一个解说搁出来。侪时阵，阮分袂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3C 网络的进步，互阮伫即个生活上带来侪的方便，嘛取代阮人甲人中间的互动的关系。AI 世代的来临，诈骗集团利用即个手段，不断来得欺骗人，互人甲人失去信任感。有侪所在战争，也有侪人想要引起战争。有这领导者，因为因的极权甲野心，致使侪的百姓失去因徛起的厝体，带予侪人会无平安。主啊，人若无归向你，就正会无公义，暴力就袂停止，甚至互人失去生存的愿望。亲爱的天父，伫即个新历年正月会开始，甲旧历年会最后的一个礼拜，这是阮孝顺上帝恩典的日子。恳求你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会当分别什么是上帝爱阮去做，什么是上帝爱阮去断开的歹。主求你用真理的光来照阮，来引带阮，无坠落伫即个罪中，互阮时常会当警醒，
将你宝贵的话来藏伫阮的心内，免得阮得罪你。主啊，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你过去疼阮，现在也是，将来你也是共款，永无变换的疼来伫疼阮。有时毋是你毋听阮的恳求，你疼世间人到安尼，将你的独生圣囝来赏赐世间人。你毋是伫言前，你是咧宽容，无爱一个人沉沦，是爱愿人人拢会当得救。主你帮助阮，无看阮身躯边所发生这的代志，互阮会当注目着你，恳求你用你的真光来遍照全地，特别是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让你过去怎样咧疼台湾，由阮继续来咧看顾，帮助阮的热总统，甲阮的政府官员有智慧、用谦卑、用疼心来治理阮的国政，互中央甲地方有和谐互动的关系，互执政者也是在野党，拢无为着家己的私利，拢真正为着徛起伫台湾遮百姓的生活来咧拍拼，无互国会的乱象继续落去。自今仔日是阮一年一摆的会员好会，阮要检讨过去一年的事工，甲未来的计划，求主圣神甲阮同在，互一切拢会当进行顺利。伫未来一年，求主也继续来引带文山教会所有的事工，拢照主的旨意会当去完成，也帮助我、帮助牧师、帮助团队、长职、正会长甲同工，拢有同一个心志，为着教会，为着主耶稣献上阮一生，全人全心来互主采用，来荣耀主你的圣名。阮有侪兄姐中间身躯软弱的，有病痛的，拢求主你来施恩，看顾因，来医治因。伫过年的即个期间，有侪人需要转去甲亲人聚集，也是出外旅游的，拢恳求主你来保守、来看顾，互阮每一个人伫即个过年的中间，互阮拢有出入平安。愿同心伫主你的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看上帝的话，咱要看的所在是旧约尼希米记第8章。尼希米记第8章是伫旧约522页，也是咱来看音幕。第8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0节，请大家来看。到第7月。以色列人已经徛起因遐个城，迄时百姓亲像一人，拢聚集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请经学士以斯拉带摩西律法的册来就是耶和华所捌命令以色列的。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对律法教公会。前赫男、赫女以及囡仔听了话晓伫的面前，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对天光到日头，伫正男女甲遐个话明白的面前读伊，百姓
暗耳孔听律法的册，经学士以斯拉，徛伫因为着即个事所备办的餐台顶。伫伊的身边有马伊提亚、苏玛、阿乃亚、乌利亚、塞利加甲马西亚，徛伫伊的正边。比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顿、哈巴大拿、撒加利亚甲米苏兰徛伫伊的倒边。以斯拉徛伫众百姓的顶面，伫众百姓的目睭前掀开即本册。伊一个掀开，众百姓就拢起来徛。以斯拉学了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百姓拢举起手应讲阿门，阿门。就额头面地敬拜耶和华。耶稣阿、巴尼、苏利比、雅敏、阿国、索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阿撒利亚、约瑟伯、哈兰、比莱亚，甲利未人，互百姓明白律法。百姓拢徛伫伊的所在，因读上帝律法的册到明白，佮开帖迄个意思，互百姓明白所读的。总督尼希米做祭司的经学士以斯拉，甲教示百姓的利未人，对众百姓讲：今仔日是耶和华恁上帝的圣日。毋通悲哀啼哭，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的话，拢啼哭。伊阁甲因讲：去啊，恁去食肥的米，啉甜的米，无备办米的人就互伊，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恁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咱看圣经到这，即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要献的诗是八福。今时煞要请李传道来正道。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阮今仔日会当组织伫遮做伙来领受对上帝的话语。伫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新的一天会透早，会当伫遮领受对你来的话语。求你圣神即时甲阮同在，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对你的引带带领内底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好，你刚才谈到迄个经文是迄个美艳长老念啦吼，啊无可能，若是我谈到安尼念，我家己嘛是会客安尼吼。好，所以多谢美艳长老，辛苦你啊！迄个名真正无好念吼。好，伫即个讲道的开始吼，团队要提早甲大家讲一声。讲新年恭喜，耶稣疼恁吼。即届因为吼，即届过年，我会回去甲屏东、甲高雄的厝内人做伙过年，所以就无法度，伫今年就无法度甲大家伫咧拜三的新春礼拜做伙来做礼拜。伫遮甲大家讲一声失礼，歹势安尼。但是即届呢，我回去有一个任务，即个任务就是，我想要吼。凭我的信心来甲大家来分享我即个心内的即个任务甲感动，就是最近伫旧年的年底过程中间咧祈祷啊、灵修的过程中，时常拢替我家己的家族，就是我妈妈这边的家族来祈祷。大家可能拢会知影讲，大家应该有听过讲我是第9代的基督徒啦吼，敢有听过？吼有啊，所以嘛是因为安尼传到我即代吼，拢散了了啦。所以，其实我算的，伫我即代内底，敢若我甲阮姐姐甲一个表弟有去教会的生活内底。所以，其实即件代志一直放伫我的心内咧祈祷，就是我感觉对即件代志感觉真可惜嘛，感觉真艰苦心，嘛一直伫心内咧纪念即件代志。一直到旧年年底的时阵，我就想讲好安尼，我想要来办一个家族的整个家族的礼拜，伫咧过年的时间。所以吼，希望会当鼓励我的亲人，会当搁回来到上帝的亲密的关系内底。所以吼，我就紧去献我的新势力，献教会的新势力，一献啊惨啊！新春礼拜是伫拜三，啊，就拄好卡伫即个过年的中间。所以变做讲，我回去可能嘛无啥物真长的时间，会当来备办即个礼拜，家族的礼拜。伫迄阵时吼，我就足无信心，我就讲啊，算啦，安尼就明年好啊。然后，所以伫遐后来，我甲牧师咧讨论的时阵，我就甲讲，我可能会伫今仔日讲道煞，我就回去高雄，然后吃完那个年夜饭吼，除夕饭、年夜饭，我就要回来。拜二我就会驶暗暝的车回来，啊来到拜三会当参加新春礼拜。我原底是安尼甲牧师讲的，一直到后来有一天。牧师常常来找我，甲我讲，团道，我想的吼，你规去吼拜三莫回来好啊。好，你刚才毋是讲永远莫回来？伊讲吼，你拜三莫回来好啊，你直接吼伫南部就好啊，陪你厝内的人来过年。虽然吼，咱的牧师吼一直强调讲，迄是因为吼移民第一摆吼，就是嫁翁，毋是，就是嫁出来了第一当爱等于过年啦吼。所以牧师一直强调是为着伊林，毋是为着我啦。但是吼，大家嘛听会出来，就是咱的牧师真正是足大心、足温暖的一个牧师啦。吼，伫咧过年的时阵，甲你鼓励一下。所以吼，当即个过程，咱就知影讲，当我听到牧师咧讲即件代志的时阵，我就马上知影上帝咧开路啊。即个家族的礼拜若无办袂使啊。所以真正当。我想要为着即个家族来办即个礼拜的时阵，圣神嘛咧感动牧师来提出即款的即个回应。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激励我的代志，所以伫咧新年的开始，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即个过程。我毋知影过了后会发生啥物代志，办了我家族的人敢会经历着上帝。我嘛毋知这爱偌久的时间，总是我知影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开始。嘛，互我伫新的一冬，我体验着。上帝，即个罗马书第8章28节所讲的，果咱知万项事三角来，互疼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
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凡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感觉这伫我新的一档的开始，我就感受到上帝真实的疼痛甲安排伫我的生活中间。今仔日的经文嘛是一段新的一个开始。伊讲到的是尼希米记，的是其实咱爱将当咱看到尼希米记的时阵，咱爱家己将以斯拉记做伙看做伙，因为可能伫过去的犹太传统来讲，两本册其实是同一本册，也就是讲，迄当时的人认为以斯拉应该是整理者的记录，整理成做一本册的一个作者。当然，即个内底有记载以斯拉的个人的记录，嘛有尼希米个人的记录。总是因认为讲，这是以斯拉后来将遮的记录拢整理起来了后，才做一本册安尼。甚至阁有的人认为讲，伫咧旧约上早的迄本，互人整理起来圣经，可能嘛有可能是以斯拉来整理起来的。所以，当咱今仔日进入到即个经文的时，咱必须爱来了解即个经文背后的遮个故事。咱会知影吼，上简单来讲，所罗门王伊的国度是毋是分做以色列国甲南国的犹大，分做两边。也就是犹大，就是犹大支派甲便雅悯支派所组成的。另外北边的遐以色列的即个北国，就是另外一个支派来组成的一个联盟。伫咧今仔日经文的背景，也就是南国的犹大国受到巴比伦的侵略，来因的百姓受到掠的即个故事。伫迄当时，巴比伦的侵略并毋是照着因所想象的安尼烧杀掳掠、杀死足侪人、足暴力、残忍的方式，反倒是因将犹大国的遮个精英来掠去即因的国度。所以第一批咱会当看到，第一批伫主前605年的时阵，第一批精英内底就有但以理，伊嘛是受掠过去的第一批。过来讲第二批，伊所掠的是啥？就是伫即个以色列国家内底有一寡技术的，也是讲所谓以前他们说的工匠等等的，遮个有技术的人，甲掠去巴比伦，因为因认为将遮个人掠去因的国家，即个以色列即个国度，因的犹大即个国度，就已经无啥物生产力啊，吼，所以要降低因的生产力，因就无气力来反抗。结果后来第二批掠去，即个第二批内底佫有真重要的人，就是以西结吼。好，第二批掠去了，伊发现，佫袂使呢，因佫是时常的有一寡反抗，也是讲一寡的势力伫即个内底，所以伊规气吼，拢甲毁掉。第三届吼，就拢将耶路撒冷城毁掉，然后甲所有的人拢掠去巴比伦。所以因3摆的受掠，但是上帝嘛是照着伊的应允，互因经过70天的时间受到讨放。总是嘛，毋是一摆来讨放哦，嘛是分做3摆。后来咱拢知影，后来即个巴比伦的即个政权受到波斯的即个国度的即个侵略了后，颠倒是互波斯的以色列人互波斯来统治嘛吼。所以伊就会当来互因转去到因的耶路撒冷来重新起造即个城市。第一批就是互迄个所罗巴伯带49697人，会当来转去到耶路撒冷。咱来想象哦，其实以色列人偌济人，犹大国的人偌济人伫这个巴比伦内底，总是只有4万几人，要5万人转去尔。第二摆转去是啥？第二摆转去已经是经过要100天的时间啊哦。第二批转去是祭司以斯拉所带领的1758人转去到耶路撒冷城，其中阁有38名的利未人。为虾米伊要带利未人转去？为虾米？因为伊要重新转去起造即个信仰的生活。即个所罗巴伯伊带人转去是重新起造一个耶路撒冷的城市，也是讲因的社会。总是伫咧祭司以斯拉带人转去的时阵，因是要重新来起造一个信仰的即个生活。过来，经过无偌久的时间，尼希米伊就带领侪的工匠、有技术的人，重新要转去到耶路撒冷，将即个城门
城墙，甲起落起来。即个时间，咱会当看到圣经的记载吼，伊即个起即个城墙的时间吼，差不多是52天的时间。即个速度是伫迄当时紧甲吼，互周围的人拢知影清楚知影，这一定是上帝的工作，才有法度起甲遮紧的。所以咱会当来看去，就是真正上帝定着要呼召尼希米去重新来起造即个城墙，会当来保护遮转去到耶路撒冷城的遮的百姓。一直到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当咱看到所有的工程已经到一个段落的时阵，以色列伊就伫众人的面前宣读上帝的律法，互以色列的百姓来听。当伊读的时阵，因阁有邀请利未人来诚做解说律法书的人，这就是为着要互众人拢了解明白上帝的律法。这个百姓听了后，因就流落真感动悔改的目屎。因总算知影因的君伫地，因嘛知影因的主是啥，甚至因阁知因伫即个受掠的这10几冬的时间，几啊10冬的时间吼，因阁是怎样来失去甲上帝的关系，甚至因嘛想起讲，伫即个过去的生活内底，可能有侪得失上帝的所在。总是尼希米、甲以色列、甲利未人，拢同齐甲以色列百姓讲啥物？今仔日上帝的胜利，上帝所赏赐的欢喜，就是恁的能力，也就是讲，咱靠主得到满足的喜乐。伫咧旧历年的新的一档开始，传道想要透过这段经文来鼓励咱的众兄弟姊妹。其实咱甲以色列百姓拢无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咱的文山教会经历几啊百冬的百几冬的历史，对起初经历了信仰的遮个信仰的前辈传承落来遮个信仰。其实嘛，一直经历着受掠甲倒转来的过程中间，伫无共款的即个时代、无共款的处境内底，拢有无共款的挑战，有受压迫的，有平静安稳的，可能有亲像迄种无烧无冷的即个水的即款的情形，甚至是讲无共款世代的人嘛，拢有无共款的挑战，亲像过去安尼建造的即个时代，甲后来工业发展的时代，到现在咱看 AI 的时代，伫咧无共款的时代嘛，拢有无共款的挑战。咱所有每一个基督徒嘛，伫遮无共款的挑战中间受掠，搁转来，受掠，搁转来。总是上帝嘛，伫每一个时代拢差遣伊的拯救，诚做伊属伊百姓的帮助。无论是牧师所带领咱所读的士师记也好，也是讲伫咧受掠过程中间，咱看起讲但以理、以西结、甲所罗巴伯、以色列、尼希米遮个人，拢诚做迄个时代，互人回转来到上帝的关系的即个光点。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其实上帝真正伫无共款的时代，拢呼召一群人，诚做迄个时代的光点。若是安尼，咱每一个人，敢有愿意来诚做即个时代的光点？伫新的一档的开始，传道要邀请大家来思考2项代志。第一项，伫咱的生活中间是啥物想要将咱甲上帝的关系中间来掠走？掠走代表的是啥物？就是违背咱的意愿，就是违背阮无爱，但是受人去掠走的。所以可能是现实所面对到的一寡的压力，也是有可能是对伫家庭你无法度闪避的责任，甚至讲是对伫你家己的性命有你想要追求，甚至讲你性命的价值想要来实现，这拢有可能诚做受掠，诚做掠走咱甲上帝关系的原因。总是当遮个百姓受掠久久的时阵，一直到以色列来宣读上帝的律法的时，因才来体会到，原来伫律法的背后是上帝永远的疼，就是因为有疼，
才会有管教，因为有遮的律法，因较知影上帝是听因的上帝。因总算伫即个过程中间，体验到即位上帝真实的带领甲疼。因找到性命的根，所以这就互因流落感动的目屎。也就是迄位因找到迄位对咧古早就已经竞选因疼因的耶和华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若是咱也有即款的困难艰苦，我想要甲恁讲，无要紧，这是主的圣日，愿上帝的喜乐充满恁每一个人。愿上帝喜乐会当成做恁每一人愿意重新甲伊起做新的关系的开力。只要咱有愿意的心，加上咱的行动，上帝伊就会开路，上帝就会赏赐喜乐，成做咱改变的开力甲帮助。第二项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伫咱所生活的处境中间，咱要怎样成做为人代求、代祷、为主做见证的人。当我咧备办这篇讲道片的时阵，我心内真感动。当尼希米看见伫耶路撒冷城受苦的百姓，伊为着因流落目屎咧祈祷，也为着因来咱咧为上帝对上帝来祈祷。这项祈祷其实咱嘛会当来学起来。伊讲的是天顶的上帝耶和华，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啊，守约行仁爱，伫听伊尊叹伊的诫命的。伫咧华语的讲是上主，天上的上帝啊，你是至大可畏的，你向爱你并且遵守你诫命的人信守你的约。所以当咱是照着上帝的约来祈祷的时阵，上帝就会发出伊的开力佮伊的帮助。咱会当来想象哦，伊对一个王会当愿意，互伊下面的人当伊起做一个城市，而且是伊受领的遮的人呢。伊袂惊讲尼希米是想要反抗吗？伊袂惊讲安尼，即个城市若起做好了后，以色列人就无受到伊的控制吗？所以咱会当来想象，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总是，即个国王毋若是同意尔，佮互伊材料来起做遮的物件。这是一个真正是上帝的安排，才有法度成就的代志。所以，若是上帝连即款的代志拢有法度成就啊，若是安尼，咱性命的困难，上帝哪有可能无法度成就？这诚做我真大的鼓励，就是当我为着我厝内的亲人失去信仰来悲伤艰苦的时，这段经文诚做我的信心。当咱祈求是为着上帝的国，为着上帝所欢喜的代志来求的时阵，我相信上帝伊决断会欢喜来成就。总是咱爱勇敢来付出咱的行动。其实伫即个牧会的过程中间，真小可无闲啦。啊，毋过吼，搁要伫咧即个无闲的中间，搁要问厝内的人一个问讲，恁敢有要回来过年？啊，当时要回来过年，啊，约迄个时间做伙来聚会，安尼好无？啊，有诶，安尼一个问，啊，然后敲迄个时间。其实足麻烦的，而且有个人我嘛足少咧联络的，我嘛是感觉足害羞的安尼。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这段经文，成做我的气力，互我勇敢起来调集所有的亲人朋友亲人，做伙伫咧过年的时间，会当来办即个家族的礼拜。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若是咱有掀开咱的周报，咱会看到讲年度的即个主题写的是。建造、传承、永壮，这每一个字、每一字，毋若只是教会的目标尔，而是希望咱会当伫即个新的一天开始，这每一个字成做咱真实的行动，将上帝的疼、上帝的喜乐带入去到咱的家庭中间。最后，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迄段之前有听到咱的主理二校长，伊有讲一段真互我感动的话。伊讲，伊发现讲，主日学的教育就是家庭的信仰教育，也就是讲，家庭是起造信仰上重要的所在。所以，当咱伫咧厝内面表现出基督的疼甲喜乐的时，我想伫咱的家庭的关系内底，咱就是为主做上好的见证。
也就是透过咱的性命，将咱甲上帝的关系来分享予厝内的人，予咱的囝儿世世，予咱做伙伫咧旧历年的最后即个时间，彼此来鼓励。这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日子。来，甲你隔壁讲，这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日子。可能伫咧2024年，咱有受掠，甚至是来失去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无要紧，愿上帝的喜乐，成做咱新的一冬的开展，互咱伫咧今年开始。咱做伙来努力拍拼，起造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最后，团队要伫遮邀请各位兄弟姊妹来做一个祈祷，就亲像尼希米记第9章内底，正本是因认罪悔改立约。咱敢有愿意伫旧历年的年尾来做一个认罪的祈祷，嘛来做一个决定，也就是咱愿意伫新的一冬。重新来起造甲上帝的关系，常时求上帝的喜乐，成做咱每一日的快乐，成做咱改变的快乐。若是恁有愿意，就邀请恁将恁的手放伫恁的心肝顶，甲我做伙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收赐阮平安、喜乐、生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有你的疼，互阮经过2024年的每一天。可能是伫旧年的有的时阵，阮有经历着受掠，无论是为着可能工作，也是讲其他的代志，直到失去甲你的亲密的关系。只是阮要伫遮来悔改认罪，求主你来赦免阮。求你来帮助阮，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你就愿意用你的喜乐，成做阮改变的开展。阮伫遮想要邀请你，成做阮2025年的主上帝。阮想要邀请你陪伴阮行2025年的每一天。当阮想要来活出你你所教导阮的信仰的时，要活出你的疼的时，你的喜乐。你的陪伴，你的圣神的同在，就成做阮的快乐，互阮伫咧新的一冬，牵调甲你的关系，享受你甲你的关系，享受成做你的囝儿，是我尔啊美好的代志。求你继续来引带带领所有文山教会的众兄弟姊妹，当阮愿意将信仰带来到阮的家庭的时阵，你就成做阮的快乐。求你的疼痛、喜乐、平安，伫阮的生命中间显现出来，互边仔的人、身躯边的人，拢看见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互阮透过阮的生命，就来影响生命；透过阮的相信，阮的家庭、阮的家族，就要得到拯救。求主，你继续来引带带领所有文山教会的人、的兄弟姊妹，拢享受伫咧新的一冬，有你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疼痛，佮有你的引带甲阮同在。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咱过来吟圣诗177首，圣诗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向前的时，相信疼痛会带来医治，安然休困，苦痛过去。专心。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向前的时，相信疼痛会带来医治，安静又苦痛过去，靠主耶稣。
随班心来奉献。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咱未报告的提醒，请咱来读两遍咱今仔日的金句。请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应由我，互我传福音予送乡人，伊有找我，甲我受掠的人，因为得头白。甲青面人会讲，因为得到各光来讨房受压制的人，都加福音4章18节。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应由我，互我传福音予送乡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为得头白。甲青面的讲。因为得到各光来讨房受压制的人，都加福音第4章18节。咱来看第3页，咱后周的服侍同工，我无要搁定时来，请咱家己来看。拜三，游园有基督会吼，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郑任娇执事。新春青社礼拜，特别是第走。后礼拜是伫考验内底的文典，吼，这拢请咱家己看，因要节省时间，所以我无要搁看，无要搁念吼，请咱家己来看。咱先开第6页，咱来看教会消息。
第一点，本主日有召开2025年的会员互会特别召开啦吼。今仔日是联合礼拜，无华语的礼拜。第二点，新春庆圣礼拜甲2月初2的主日礼拜，1月29就是拜3，就是咱新历年的初1，吼。咱教会共款有庆圣礼拜，早时9点。那沿暗，共迄天拜3，共迄天基督会照常举行，所以请咱会当伫无论去倒位，咱会当伫线上会当来同齐来参加即个基督会。那2月初2，后礼拜，共款有台语甲华语的2场的礼拜。第3点，新春期间，咱兄弟要请咱兄弟来参加献诗。初5就是后礼拜吼，初5主日礼拜要邀请友姊会友同齐，会当来献诗，因为即天圣乐队休困吼，所以8点20分就是要练习，要唱的歌是645首吼，咱着来吟诗，这真熟的歌吼。第4点是春节的休困，伫1月27甲2月初2是咱的春节假期，所以教会所有的团契拢要暂停聚会。那伫即个中间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咱才有牧师、有传道、有特别长老的联络的方式，这电话拢伫咧遮。第5，要征求咱的插花吼，因为咱过去几啊年的插花的花店无要搁甲咱继续插，所以恁若有兴趣想，毋是要教吼，是恁会晓插的吼，爱来甲我讲吼，来甲我我讲会当甲恁安排。因为差不多1个月时间有即个兰花，所以1个月拢毋免插，可以到3月才开始来插吼。咱才有2月的树生真济哦。请教牧师。2月份生日的兄弟，咱要家唱生日快乐歌，请2月份生日的兄弟徛起好无？阮为恁来祝福。帮，祝你生日快乐！一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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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同齐为因来做祝福的祈祷。主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伫阮的中间，阮真欢喜同齐甲2月份生日的兄弟做伙来欢喜快乐。祝你过去恩待每一位，恁看顾因每一人，互因伫过去的日子享受对你下来恩典疼痛，互因有平安甲喜乐。只是恳求你将加倍恩典疼痛赏赐伫因的身躯顶，互因每一天拢有主同在的喜乐。愿主赐福伫因的中间，嘛祝福伫因的家庭。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佮甲伊讲一届，生日快乐，请坐。补充一项代志，补充一项代志。后主日开始，咱的奉献收奉献的方式有了做调整，就是要调整做以前咱用团的方式。所以后主日，咱的服侍迄个奉献的当工，会将奉献地放伫恁的手中，恁就传互隔壁，安尼来收。好，所以后主日会改变收奉献的方式，伫遮补充报告。好，这是咱的报告的部分到这个所在，这是咱来行平安礼。出来，今仔有新来朋友无？无，好，咱来行平安礼。
好，请坐。咱要准备召开咱今年的好会。伫要召开好会进前呢，咱有一位新朋友吼，今仔日来参加咱的礼拜，王玉瑶兄弟吼，坐伫后壁，咱甲欢迎。伊是要来参加台语礼拜哦。少年人拄啊台语，我甲伊讲几句啊，讲了真好，看下咱若有机会，咱甲伊沟通。欢迎你，会当续接过来参加礼拜。好，这时咱要来准备召开咱的好会，咱请书记、代理书记温仁长老来点名。咱敢有拢摕到好会手册啊？若还未摕到，去诊断技师伫遐咧分啊吼。你若无摕到，你举手吼，举手。好，透早8点外，咱有开小会吼。咱伫咧公布栏内底吼，咱有在职的会员吼，通过是192名吼。啊，有请假的，今仔日是56名。啊，咱应该出席是140名吼。好，咱来开始点名吼。我一个。请迄个诊断技师甲伫楼骹以及伫旧堂的遮兄弟会当参与会员的，请因起来。有签名的我是念过吼，啊无签名我会阁念3届，啊，才若有到位啊，才举手吼。张信忠签名，许碧霞，哦好。张丽玲，哦好。张进荣有签名吼，吴丽文、张安琪请假吼，张安杰无来。哦，张义胜、尹爱玉、张景元、张丁显请假吼，黄淑满签名，陈佑珍签名，张建雄签名，郭硕芬签名，张景伦无来吼，刘思雨无来吼，张映如有请假吼，张玲珍签名，施新宇签名，吴恩硕签名，施浩轩签名，哦，张金补是请假吼，啊。张金普是拄则才请假吗？袂使哩，啊事先吼，好，安这事爱算无来吼，张乖有签名，张秀专嘛是共款吼，爱算无来，来咱开小的进前来请假吼，好，张秀芬签名，啊周丽娟请假，吕元福签名，陈桂英签名，李尔博签名。王英玉吼请假吼，啊苏坤所长老岳父吼，啊林淑英签名，有签名，苏英维签名，陈荣玉签名，叶秀玉签名，陈雅君、曹明祥、杨淑娟请假吼，啊廖秀兰长老签名，潘俊成无来吼，许冠成签名，王思慧签名，宋台生签名，王林签名，王纯英请假，啊潘秀丽伊报签，伊顶下日办通主会，事情要先来赶过来吼，啊算有到了吼，啊李美琼签名，林素芬，有来吼，杨如玉请假好。张胜兰签名，陈正慧签名，陈胜山签名，陈信跟陈进德请假吼，啊，陈素贞签名，陈素娥签名，林新志请假，林义如吼无来吼，薛细美请假，赖宏月无啊吼，
好，梁秀如签假，徐千春签名，郑清美签名，徐佳韵签名，徐瑞婷有，徐光明啊，没有，好，没有，不要举手。郑无玉，无了吼。陈胜雄，有来吼。郑美霞签名，陈玉文，后面了呀，看到好。陈玉萍，在这边。有。林佳荣、刘欣欣、林宗豪签假吼。许清哲签名，陈宝彩签名，江炳豪，无吼。陈美惠签名，陈丽珍签名，张恩欣签名，张君子签名，张明丽无来吼。张恩玲签名，吴淑慧无来吼。张信邦签名，张玉群签名，张玉东、许昭佳、张仁峰是签假吼。然后林春豪签名，陈淑锦签名，潘美燕签名，张李云霞无来吼。李胜荣签名，许翠娟无来吼。杨廷文签名，杨廷兰签名。彭兆亮甲赖欣怡签假吼。好，来继续吼。郭秀敏签名，张玉豪签名，张建传我来吼。林素媛，无来。何生贵，怎样？哇，这肯定无够啊！你先点没到。好，先做无够吼。好，陈英吉签名，苏秀竹签名，苏淑珍签名，施彦博，无来吼。徐波荣，无来。戴淑霞签名，郑仁娇，无来吼。陈素碧，素碧姐也有来吼。好，卢道安，有看到了。王磊珠，有看到了。潘美爱签名吼，歹势，因家己签名，我来点一解。好，潘美爱签名，刘宇轩，没有吼。何泽文签名，郑美凤，有。何志妍签假吼，黄恩宏签假，黄慧谦签假，陈天恩签名，周胜美签假，林崇珍签假，赵宇诺签名，林晶晶签假，李若雨签假，赖佑祥签名，张友文签假吼。张素芳签名，黄亮轩签假，朱锦花，无吼。蔡美云，无吼。好，廖宜洲签假，叶美女签名，赖韵如签名，小优健、谢有健，好，无来吼。年世伟签名，欧秀敏签名，杨佩琪签假，杜伟汉签假，于崇模签名，郭金敦签名，刘宗灿签假，黄美英无来吼。陈嘉美有签假吼。林淑慧签名，陈金军签名，林李丽玉签名。好，郑长兴无来吼。潘英任无来吼。林一问无来。黄乔签名，黄德义签名，
张慧欣签假，陈顺祥签假，郭景凤签名，江素霞签名，蔡金娥签名，魏修清签假，陈立祥签假，陈国月无来吼，黄春燕无来，杜雅敏无来，好，吴晓忠签名，张碧云签名，张世新签名，彭李玉云无来吼，彭丽珠好无来，彭丽雪无来吼，谢义宏签假，连爱玲好无来吼，好廖竹英签假吼，许牧师签名啊，牧师娘张雅玲签名，许承恩无伫吼好，许伯恩签名，张宝彩签名，关武松签假，许少华签假，关俊彦签假，吴怡君签假，林王顺签假，张雅慧签假，张昭仁签名，啊，张昭辉要未到吼，咱先算没有到哈。没到，之后再补，如果他到再补。吴丽慧，张恩佩，王俊祥，好，无来吼。啊，李义琦签假吼，蔡依婷，好，李传道签名吼，柯玉佳签假，黄柔珍签假，黄柔珍到。不，对，拍摄，黄柔珍到，对不起，黄柔珍到，签名吼，张凯婷签假吼，义兄。好，这以上的名单有人无念到的无？无点到的无？有没有人没被点到？好，若无，等二林长老咧统计的时阵，咱做一个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伫即个所在召开会员和会，愿主你亲身看顾保守阮每一人，互阮伫和会中间会当明白过去一年上帝你伫阮中间所做食的奇妙的事，互阮伫过去的日子，阮领受对你遐来恩典，嘛互阮咧展望未来的日子，伫2005年时阵，每一位同工因所计划的事项，嘛愿主你互这每一项事项，拢会当顺利来完成。今仔日，阮伫遮要来看上帝你的恩典，以及要恳求上帝你的引带，阮将整个的会议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阁宣布一届吼，咱职在人在的会员人数是196名，请假的是56名，应该出席是140名。经过拄则的点名了后，经过咱140名，应该出席过半数，应该是71名。拄仔点名了，总人数是96名，所以咱升会。那个警轮有到了吼。好，这是咱拢有手中拢有和会手册吼。咱先来看咱的和会手册。咱的第二是咱的议程的部分，咱会照着这个顺序咱来进行。因为咱即马咱进行的方式甲去年拢共款，咱是每一个事工咱看了后，若有问题会使举手来问一下，会甲你回答。若无问题，咱会看到上尾，咱再做一届来接纳这个整个的这个咱的报告的事工的部分。
伊个咱今仔日有2个议案，第一个是要审查咱的去年度的决算，以及明2025年的预算的部分。第二个议案是咱要选出2位检校的委员，吼。好，这是咱来看咱的手册第3页到第5页，是咱的会员的人数的名单，吼，伫这中间。所以咱籍在人在的会员人数是196名，籍在人不在的会员是168名，咱的小二的会员是114名，吼。所以请咱会当看这个名单，咱若请兄弟姊妹，你若看到这个名单，若有比如讲已经有过身的这个会员，伫籍在人不在的这个部分。你会当甲小会反映，我会做即个名单的调整吼，以及伫小二会员的中间，咱嘛看若有遮个小二会员，伊应该爱来做捐献礼，嘛请恁会当鼓励因来做捐献礼。好，即个名单互咱大家看。咱来看第6页到第7页，是咱2025年度咱的事工的计划表。游园甲过去即几年共款，咱将牧师团队，阮将今年度2025年度的所有的遮个讲道、题目、拢经文，拢总排列好啊，吼，拢互大家会当做一个准备，以及互咱同工，无论是伫信息、诗会等等遮，因拢会当做一个准备啊。咱要看的是伫后壁即2栏吼，伫本会即个中间，咱有一寡特别的重要的代志的记述吼，字有较细字吼，所以咱转去若较看无爱摕放大镜吼，啊，但是恁看者注意着教会有遮个时间。当然，伫咱每一届办活动进前，咱拢伫周报头前，咱拢会先讲吼，所以这是咱明年度整个咱的事工的计划表。这个部分，敢有大家有要问的无？事工计划表的部分。好，所以咱来看明年度，咱来注意的是，咱的圣礼典游园伫双数月吼，咱做咱的迄个圣礼典啊，咱的联合礼拜明年度伫今年度吼，2025年度有拢总有1月初5已经过啊，今仔日以及1月29的新春礼拜，4月20的过活节，5月11的母亲节，8月初3的父亲节，11月23的感恩节，以及12月21的圣诞节，吼，这是明年度联合礼拜时间，请咱来注意。好，咱来看小会报告的部分，伫第8页一直到第8页一直到第11页。好，伫小会报告的部分，看咱有要了解的部分无？第8页一直到第10页是2024年的教会的即个所有的记述吼，伫即个部分。11页是2025年的组织的部分吼，所以这个咱互咱看者。好，咱看第10页，咱的教示的部分吼。教示的部分，咱的统计其实甲2023年度吼有略仔差一点嘛吼，但是这个差咱会当看到，因为咱阁有线顶的这个记录伫的，所以咱看到伫2023年度，咱的聚会台语的部分是平均起来是128名。甲今年度2024年度是112名吼，看起来敢有减少，总是咱这中间咱加一个线顶的吼，所以有侪兄弟姊妹，若真正身躯无爽快，也是有一寡道合的问题的时阵，因为伫厝内底咧看，所以咱看咱的线顶的平均有17个吼，这17个毋是17个人吼，17个毋是17个人，是17个点。17个点，有可能一个点内底
有3、4个人咧看吼，所以迄个统计是安尼咧统计吼。所以咱看2025年度部分，就是咱的组织吼。好，咱来看12啊吼，因为即个编排的关系吼，所以我迄阵无注意到，这应该咱爱先读12页甲13页即个会员顶一届会员的会议、会员和会会议记录吼，所以即是咱请书记来甲咱读者顶一届的会议记录。好，咱顶到开会是2024年正月28号吼。啊，第一项、甲第二项、甲第三，啊，佮第四项先跳过吼。咱第5项，咱有通过技术补选的选举办法吼。咱咱有第6项，咱就补选技术吼。咱头一摆技术补选发票122张，收票121张吼。啊。结果是张姓被选举人拢总有91名得票，皆为超过半数一半，就62票吼。议长有宣布头一届投票无人当选做本山教会技术吼。啊，议长有征询在场的会员吼，进行第2次甲第3届选举时，咱宣布第2届或第3届选出技术人数应选人数。为头一届应选人数扣除依当选人数吼，并依前一次投票结果高低顺序吼，列出应选执事人数2倍名额为本次选举建议名单吼。啊，有人说提议，啊，郭俊敦复议吼，啊，咱公决通过，咱第2项就咱进行第2届技术的补选，咱建议名单7名咯，尹爱玉、张醒元、周丽娟、徐瑞婷、徐伯荣、柯玉嘉、甲赖佑祥吼。咱发票114张，收票114张吼。啊，有效票111张，空白票加废票拢送3张吼。选举结果，柯玉嘉99票，得票超过一半，就是58张吼。啊，议长有宣布柯玉嘉当选为本届文山教会执事吼。咱进行第3次执事补选吼。啊，建议名单是张景元、周丽娟、徐瑞婷、徐伯荣吼。咱发票99张吼，收票99张。有效票96张，废票3张。选举结果是张景元63票，徐伯荣58票，2人吼。得票数超过发票数一半，都是50票吼。议长宣布吼，张景元甲徐伯荣2名当选为本届文山教会执事吼。啊，议长宣布，依选举结果宣布吼，柯玉嘉、张景元、徐伯荣3人当选为本届文山教会执事吼。好。啊，下面就是咱进行各小会报告啊，各组施工报告吼，以上就省略吼。OK， 那第8项就是咱和会议案审议吼，有2案吼，咱审议2023年度收支决算暨2024年度收支预算吼。那咱和会刊载2023年度收入决算金额是731万3334元，支出决算是824万3782元，收支结余金额是负93万0439元吼，啊，加计上年度结存金340万4280元吼，2023年度结存金是247万3842元吼，2023年度牧师馆收入决算为206万8383元，支出决算为217万9876元，收支结余为负11万1493元，加计2022年度结存金吼16万9356元，2023年度结存金为5万7863元吼。第3项就是2024年度收入及支出预算各为960万吼。啊，决议就是郭金敦提案接纳。张景伦复议，全体会员无异议，公决接纳哈。啊，第2个议案就是咱推选2024年度检账委员2名案哈。依教育法规序和会中选出检账委员，决议就是尹爱玉推荐徐佳韵，张景元复议，张建雄推荐彭兆亮，林佳荣复议，
全体会员无异议，公决接纳徐佳韵、彭兆亮为2024年简章委员。以上。好，这是咱顶一届的会记录，有中间迄个文理错误，还是语义不清的部分无？若有，咱即马提出来修正。若无，咱是毋是就接纳顶一届的会议记录？请举手，咱用公决的就会使。若愿接纳上次的会议记录，好，多谢公决。好，咱继续看咱的报告的部分。伫第14页是教育团契组的报告，请咱家己看。教育团契组伫2024年的事工的报告，以及2025年事工的计划伫这部分，原则上甲2025年甲24年的即个事工的内容无真大的变化。有原有即个咱教会全教会运动会。以及咱全教会圣经的朗读的活动吼，伫这部分有增加的部分是，伫2025年度，除了少年团契有少年主日以外，玛纳甲双年妇女拢有一个主日吼，特别设的一个主日伫这中间，所以这伫各团契因已经拢会长拢已经知啊吼。好，咱对于教育团契组有要问的无？好，若无，咱来看15页，一直到16页是礼拜组的报告的部分。好，2024年度的部分，咱已经当记录伫即个中间吼。2025年度的部分，咱有做一个调整，就是咱的拄则有讲报告讲的迄个收奉献的方式，调整做咱早前迄个方式吼。其他可能无犹原无啥变。佫一个部分是，若咱照过去的惯例，伫今年应该是爱办2天的野外礼拜，但是因为咱即马咧找地点以及费用的问题，所以今年咱甲调整做1天尔吼，1天尔。所以咱迄个日子定伫5月25号。好，咱看礼拜组的部分有要问的无？好，若无咱看17页到18页是咱关怀组的报告的部分。咱关怀组伫旧年度咱的固定的探访，伫每个就是若有人需要探访时，拢安排伫拜六的时间吼，有早起嘛有下晡，这是原则上咱的固定的探访的时间。那邀请咱兄弟姊妹，你若需要关怀组的同工以及牧师团队去恁兜甲恁祝福，毋是要去检查恁的内务啦吼，是要去甲恁祝福。那安尼你就会当甲美燕长老讲，阮会安排时间去甲恁厝内底做一个祝福。去你免讲牧师要来爱整理甲偌清气，毋免，因为牧师毋是要看恁兜的整齐，我毋是清洁股长我是要带来祝福即个部分所以咱旧年度有遮个安排明年度犹原咱有固定的探访，所以请咱兄弟姊妹，你会当有需要也是迄个美燕长老咧甲恁讲的时阵，嘛请恁会当。互美燕长老会当甲恁安排，阮去甲恁祝福。好，关怀组的部分有要了解无？若无咱看到资讯组资讯组的即个部分资讯组上主要就是教会网络、电脑、音控即个部分即个设备的维护甲更新的部分。好，资讯组咱敢有要了解的部分无？好，若无，咱来看财务组。好，财务组的报告的部分伫即个20页、20页原则上财务组的变动其实是无啦犹原照着咱即个部分。较领伫迄个咱的议案的中间的时阵，再请财务组的管程长老起来做一个报告甲说明。好，咱来看总务组的部分，伫21页。好，这21页中间，因为咱教会已经即个建筑物
已经20几年，所以有一寡物件爱开始整修维护，所以总务组开始伫每一年有编列一笔预算来渐渐来替换遮要歹，也是已经歹的物件上主要就是伫这中间，咱有看到漏水的问题，以及咱的冷气嘛已经有较久啊这拢会渐渐一步一步来换所以这个是互咱知总务组因咧做遮个施工的部分特别伫25年的计划中间有做真侪即个安排好，总务组的部分有要了解无？若无咱看22到23页是咱教会24年度的即个施工中间上主要的遮个记载伫即个中间，咱会当即个部分家己参考来看。好，主日学的报告的部分伫24页到25页，无到26页，24到26页，这是主日学的报告的部分。24年度游园是照着即个进行的部分有调整伫主日学因来到教会时阵调整成做一个崇拜的即个方式伫25年度的时阵即个整个有做一寡调整，即个调整是毋茫互囡仔因当真正来到教会是咧敬拜，毋是来上课第二个部分要调整的是毋茫遮所有的父母伊会当真放心将囡仔交主日学的同工老师，然后父母来到礼拜堂来做礼拜这是主日学伫今年度因毋茫会当达成的目标。26页是因的即个收支的部分，咱会当定定为着主日学来关心。伫主日学这边有一个部分是甲25年度开始咱主日学的夏令营咱即马要甲调整，毋是主日学上主要负责，是咱的青年因愿意担起来办理夏令营的事务所以即阵囡仔青年因要来照顾即阵囡仔伫夏令营的时间。主日学游园伫即个中间，会伫即个中间成做一个资源的角色所以这是主日学伫25年有一个调整的部分。好，主日学的部分有要搁较侪了解无？若无，咱来看敬拜团的部分，伫29到31页，这是敬拜团的部分。好，敬拜团的部分呢，那邀请咱。献歌队歹势，27页献歌队的部分，献歌队27到28页献歌队的部分。献歌队游园邀请啦邀请侪人来参与伫献歌队即个部分。敬拜团的部分，咱看嘛是邀请大家会当来参与特别恁若有较厝的一寡青少年。因愿意来学习遮个乐器的部分，会当甲敬拜团来联合，因会当来帮助因。来敬拜团部分要问的是，还是要报告？补充报告好。麦克风。1、2、3，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因为阮今仔日团长请假所以伊请我来补充报告。我是阮2024的普务幼祥有两件代志，就是讲阮即马顶悬的组织遮个敬拜团的同工，阮还袂完全确定搁咧询问大家的意见所以若有确定了，阮搁会甲报告互小会甲咱的主管的那个各位的长老好。然后我们有第二点就是拄则牧师有讲到讲，若有对乐器有兴趣的人会当来参与伫咱敬拜团的中间，嘛是会当来学习。即马就是讲咱的耳博为美国来转来伊即马就是有要开一个贝斯班贝斯班伊会甲大家来分享即个乐器会学习安尼。若有兴趣的人嘛会当来甲耳博询问，也是讲甲咱的会长
即摆团团长主音吼，伊来询问吼。啊，贝斯就是吼，伫咱即个乐器池内底，即支甲吉他看起来足像的吼。啊，伊就是负责伫咱的乐器内底低音的部分吼，嘛是有节奏的部分，其实是真重要的部分。啊，若有兴趣来了解，会当来找二伯还是主音来报名。好，谢谢安尼。好，多谢敬拜团的补充的报告吼。咱看敬拜团的迄个组织的部分，29页吼，看起来敢足侪人的吼。其实咧轮的时阵吼，常常拢敢若人较无够啊吼，因为侪侪拢有时啊有代志，啥物时阵无法度定定照即个咧轮吼，所以咱为着因来带导，嘛邀请正兄弟姊妹当招人来做伙参与。好，这是敬拜团的部分。咱来看32页到33页是少年团契的部分。少年团契的部分有咱要问的无？好，少年团契游园伫暑假的时阵，会甲玛拿团契做伙办理一个暑假的福音队吼。啊，因游园伫25年，今年要去到南方澳迄个所在吼，这是第3年吼，第3年，要去到南方澳。少年团个部分有要了解无？若无，咱看玛拿团契报告伫34页到35页，34页到35页。玛拿团契呢，因今年因伫3月29号，因要办一个二手的即个义卖的活动吼。伫2025年的时间计划中间的第7点，第7点，所以咱会当备办吼。啊，因有一寡限制啦吼，即个限制就是就是伤贵的物件毋通摕来吼。比如讲 LV 的迄个包包吼，迄因就无收啦吼。也是讲伤侪物件吼，因嘛无收，因为惊讲你有人将迄个侪物件拢摕来吼，因无法度去整理啦吼。所以因有限制，时间要活的时阵，因会做一个报告即个部分吼。好，所以咱第一即项代志吼，啊因即个二手的义卖吼，上主要是要帮赞咱教会附近的即弱势团体啦吼，卖金额要帮赞附近的弱势团体。哦，这是互咱知因今年要办的一个活动。其他咱就看伊中间的报告会使。好，对玛拿团契有要了解无？好，若无，咱来看37页。37页是社青团契报告。社青团契报告只有2024年的原因，是因为因要暂停因的聚会吼，小会嘛接纳因暂停的即个部分吼。啊，即个暂停是暂停因团契的活动。总是牧师鼓励因还阁游园会当自集吼，所以因是暂停团契，但是因的自集游园会继续来进行吼。所以这个是社青团契的部分。好，咱看社青团契的部分有要了解无？好，若无咱看妇女团契伫38页一直到40页是妇女团契报告的部分。妇女团契聚会拢真正常吼。妇女团契嘛愈来愈侪姊妹伫即个中间咧参与吼，所以我特别因伫24年的时阵、去年的时阵，伫咱几个联合礼拜，母亲节啦、父亲节啦吼，因拢有为咱准备迄个爱餐吼，因为咱咧办一寡活动的时阵，因拢会来斗3工吼。所以妇女团契咱感谢伊旧年度有遮个服侍，明年度因游园有遮个服侍吼。咱嘛为着妇女团契共款吼，恁若是妇女无限年纪吼，你拢会当来参与啦吼，拢会当来参与，因伫拜二的早起9点聚会。好，双年团契部分，咱看41页一直到43页是双年团契部分。好，双年团契部分呢，咱看到因2025年度的计划吼，嘛是真伫这中间拢有安排。
好，兄弟团契的部分，咱敢有要了解？好，若无，咱来看社区据点的即个报告的部分。好，社区的据点的部分呢，咱即摆游玩是拜二、拜四的中昼有即个供餐的部分吼。拜二、拜三、拜四、拜五，这拢有活动伫的吼。所以特别邀请咱你若会当的时间，你就会当来参与伫这中间。特别伫供餐的部分吼，即马拢差不多伫100份啦吼，中昼拢差不多做100份的便当吼，互因会当来享用。旧场咧做活动的时阵，其实迄个空间有留啊无够啦吼，所以这咱爱为遮的长辈吼，因真愿意来参与，咱献上一个感谢。好，社区据点的部分，咱敢有要了解？若无，咱社区据点的报告到即个所在。过来是咱的万丰教会报告，万丰教会报告伫46页到47页，到49页的部分，49页一直到49页，是因整个的报告的部分吼。好，咱常常来关心即个万丰教会即个因的即个状况去了解吼。小会即马伫每一季的第5礼拜，小会安排人去万丰教会聚会，去聚会。咱教会嘛有做司琴，或者的同工会去协助，所以这个是报告咱知的部分。好，咱报告到即个所在，咱就是咱整个教会伫去年度以及到今年度，咱所要看报告以及咱的计划部分，毋知咱伫即个所在，敢有人要对整个的即个报告有要提出你的了解部分无？拢无吼，拢无，咱是毋是着接纳遮所有的报告，好无？吼，你若要接纳的，请举手，咱用公决的方式。好，多谢。咱的后壁吼，检察委员的报告，稍等的吼。咱后壁伫对51页一直到51页一直到59页，是咱迄个教会一寡咱的办法、管理办法的即个说明吼。所以咱若有需要时阵，咱会当家己来看即个所在。好，即时要请检察委员来做2024年度的检察的报告。请嘉韵。因为阿亮路途比较遥远，所以由我来代表迄个检察委员这边来甲大家做报告吼。那我是头一摆做发现这几年来咱教会的大家有伫咧咱财务组的协助之下，有愈来愈较迄个做得很仔细吼，错误也比以前少，这个是要甲大家感谢的所在吼。有一点就是咱教会的部分，不管是咱经常会还是团契咧请求，我特别提醒的是吼，第一个是有好几笔如果是手写的发票，因为他会把实际的金额跟税拆开写，结果我伫咧检察的过程发现有团契也是咱教会咧请钱的时阵，结果无甲迄个税额的金额称起来，所以就好几笔其实是只有发生税前的请款，所以那个金额其实都少了20-20块、几十块钱是小钱，可是很多笔都这样子，所以可能特别伫咧咱各个团契也是咱教会会计处啊吼，请大家伫咧请钱的时阵。伊来清洗时，特别帮他注意，看他是不是迄个发票的金额有写正确，好不要导致这样子一个落差，好你也其实大家有点小损失，而是无多，不过就是发现都普遍有一个小小这样的现象，甲大家提醒。另外就是咱咧那个周报，咱咧每个礼拜收奉献咧填迄个明细表的时阵嘛，提醒咱的技术也是咱的同工吼，如果那个错误过多的时候，建议重新写一张新的，莫搁涂改安尼，无很多金额其实拢看袂清楚。若真济，到时咱去中会去互检视的时阵，可能嘛会去互提醒纠正吼。这是
小小的问题，甲大家提醒，以上报告，谢谢。好，多谢检察委员的提醒，所以伊的报告的部分也记载伫第50页，第50页，所以请咱教会相关的遮个团契财务的遮个同工，咱注意遮个细节的部分啦，好，即个时阵咱的报告到即个所在，咱要来进入到咱的议案的部分。咱各位议案咱头一案就是咱们审议2024年度收支决算和牧师馆还有2025年度收支预算案咱就说明，咱依和会手册登载2024年度教会收入决算为822万1923元，支出决算为825万9695元。收支结余为负3万7772元，然后加计2023年12月31日银行活存结存金是137万3842元，还有咱定存金是110万。那2024年度12月31日，银行活存结存金为133万6070元，定存结存金是110万，那合计就是243万6070元。第二项就是2024年度牧师馆收入决算为89万7408元，支出决算为85万3848元收支结余为正4万3560元，然后咱加计2023年12月31日结存金为5万7863元后，2024年12月31日度结存金是10万1423元，咱2025年度的收入及支出预算各为1010万元整。好，拄则所念的数字记载伫第60，以及图书馆的基金伫62页好，这是咱请迄个财务的管程长后起来做一个说明。咱这是会当掀开咱的手册第60页、61页，一直咱要看到第63页这个部分，所以咱先来看60页的部分。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咱来看和会手册第60页就是旧年度的收入的决算伫个这决算顶悬，咱会使看迄咱的奉献咱嘛是真感谢上帝这拢比咱当初时久的预算这结果搁较济嘛，真感谢兄弟为着教会济济事工甲奉献来努力伫个顶悬有一项就是迄特别现金大家会使看一下，迄百分比有到450% 啦这是因为咱旧年度有一个平安行的即个有使用有回有使用有对教会来奉献安尼所以迄百分比特别悬其他就是咱对外的现金对外口的单位教会主内集体大家奉献嘛是拢足悬的咱的预算是55万毋过决算的时阵是有到96万所以兄弟大家是真正足有疼心伫个今年度的预算顶悬这约定的现金咱就是感谢上帝，咱约定现金咱阁有小可增加教会经常会这11奉献嘛，鼓励兄弟大家伫个11奉献的顶悬的会使开始来，咱来孝顺上帝恩典啦所以这约定现金，咱有甲伊预算稍微提高其他就拢有照决算的金额来编列
这是收入预算的部分。好，啊，过来咱来看60亿啊，就是这是支出预算，吼，这支出的预决算了吼。旧年度的决算金额伫个支出的部分，吼，大家嘛会使来看一下啊。迄百分比吼，较悬的就是有即个慈善庆慰费，是因为旧年度咱教会的李浩传道吼结婚，啊，搁有中建传道伊红木吼，所以教会遮有就是甲因祝福啦吼。所以伫个慈善庆慰费遐，百分比有较悬。啊，过来就是，较搁有一个招待费，就是咱旧年都有开足侪会议，吼，啊，搁有即个年终感恩同工服侍同工的感恩餐会啦吼，所以迄嘛比预算的金额搁较悬安尼。好，啊，其他其实就嘛是拢差不多啦吼，甲预算比起来是百分比是差不多。好，所以咱今年的预算金额嘛是照决算金额吼来做一个编列跟调整，吼，这是60亿啊。好，过来62啊，就是咱牧师馆吼的收入甲支出啊。这旧年的收入吼，头拄仔恩林长老已经有报告啊，吼，就是896656块安尼，啊，搁甲上年度合计啦吼，甲利息安尼是95万。啊，咱今年吼，这牧师馆、木栅馆，咱还银行的部分吼是85万外，所以结存金有10万，吼，这是牧师馆的部分，嘛是真感谢兄弟吼，为着这牧师馆。嘛是真拍拼来奉献。好，啊，毋知大家有啥物问题要问无？咱有问题要问无？好，真感谢咱大家吼，伫2024年度，大家对教会这整个财务的部分的支持啦吼。总是咱干那看这数字吼，看目睭花着，吼，看花着，吼，牧师真简单甲大家讲，咱看60页第60页，2024年经商会的收入、转账的转销的收入，下口有一个合计有无？有无？伫决算的金额是8221923块。互咱看这个数字哦，这是咱旧年咱的收入的决算。好，这是咱旧年的收入的决算。好，咱来看61页，伫即个培灵典礼费、人事费、事工费、事务费以及其他费用下口有一个合计有无？好，伫咱看迄拿决算的金额是8259695块。即个数字甲咱拄仔60页所看起来差偌济？差要4万块嘛，对。吼，所以表示吼，咱旧年嘛做真侪事工啦吼，所以钱无够用，加在咱真正有留啊欠起来吼，咱有欠一寡起来。所以其实咱做工，咱有做，咱嘛有奉献，吼，总是伫旧年其实有留啊差不多差4万块的即个无够遐的所在吼。所以游园鼓励咱会当伫2025年，咱游园伫即个中间，咱会当奉献。游园咱参与伫教会每一项的事工的内面啦，吼。好，这是咱的收支的报告的部分，吼，一直到这个所在。后壁对64页一直到上尾，是咱每一位咱即个奉献的明细表，吼。这个部分你爱找到家己的，看了敢有毋对，然后毋对爱紧来反映，因为过来咱迄个财务组这边就要报去甲中会。已经要开立迄个奉献证明吼，所以你看这数字敢有毋对吼？吼，这个部分咱所记录的游园是照着约定奉献，就是11奉献、节期的奉献、感恩的奉献、特别的奉献、对外的奉献、对内的现金吼，牧师馆的奉献吼，就即几项做一个分开，互咱知影讲咱所奉献项目是伫倒一部分。好，咱对咱的即个预算决算即个案，吼，敢有人要提议接纳
有人要提伊接纳无？哦，真敦，有人要复议无？复议，真伦。哦，咱即个爱投票吼，爱投票。公决吼，咱爱公决。咱同意第一案2024年度的收支的决算，以及2025年度的收支的预算，你同意的请举手。好，多谢。过来，咱要进入到第二案。好，第二案咱要推选2025年度检校委员2名吼，咱依法教会法规，咱需要伫合会中间选出检校委员。好，来，有人要提伊人选无？来，思慧、信邦，稍等我记者哦。好，思慧推荐信邦，有人复议无？爱有人复议。迄个世新。迄个特别说明搁一届吼，咱的中职同工会长袂当提伊，因为咱是受检的人，吼，所以咱袂当提伊，系嘛袂当做副议吼。好，过来咱再选2位，搁有第2位推荐的无？来，世新推荐嘉韵。好，有人复议无？思慧复议。好，还佫有要提第三位无？敢有人佫要提第3位？佫问一届，敢有人要提伊第3位？好，若无是毋是咱用即2位？因为拢2位尔，咱是同额吼，是毋是咱举手做公决来接来因，好无？那同意张信邦、徐家韵诚做咱2025年度的检校委员的，请举手。好，多谢。好，咱的今仔日的合会报告以及咱的议案拢已经完成吼。所以，这是要请咱的书记来读今仔日的会议记录。好，咱2案吼，咱头一案，咱先于2024年度收支决算吼，啊，搁2025年度收支预算案吼，咱2024年度的决议就是咱。郭金敦提案接纳吼，张景伦复议吼，咱全体会员无异议，公决接纳吼。第2案咱推选2025年度检校委员2员吼，咱决议就是王世伟推荐张信邦，张世新复议吼，张世新推荐徐家韵吼，王世伟复议，全体会员无异议，公决接纳张信邦、徐家韵为2025年度检账委员吼，以上。好，多谢。咱的合会到这个所在，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互阮透过合会，阮会当明白，伫过去1年教会所做工。虽然阮有侪人无伫阮中间，总是阮会当透过合会手册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愿主看到伫明年度、伫今年度2025年。我会当继续伫上帝你的恩典厅堂内面，继续来向前来跑走，完成每一项阮所笃定的事工。嘛，愿主引带阮，若阮无照着你的旨意咧行的时阵，恳求你亲身引带阮，行伫你的旨意的内面。愿将阮的好会，愿献上感谢。嘛，愿主看顾阮未来一切的路程。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好，咱已经听过咱的会记录，咱就会当登录起来吼。
后一次咱预定咱明年度的会议，咱会当搁做一届的迄个明年的好会，咱会搁做一届的宣布，好到即个所在。咱即时来唱尾面的诗，尾面的诗，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请起立，咱来唱全首。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五望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列倒。